今天的中午有一点点的寒冷，你有没有回来呢？我是 DJ 亮亮，今天我们会有红人坊为你送出韩宝仪的录音访问。没错，亮亮红人坊我们请到就是韩宝仪姐姐。那么在上周六的时候呢，我专门录制了她这个访问，独家的访问。不过韩宝仪呢给我的印象就是当天真的好红哦，那时候粉红色的回忆，我想已经成为很多人回忆当中一个很美好的歌曲吧。其实她真的实在唱太多有名的歌了。那么今天呢，我们把韩宝仪姐姐的声音已经录制好了，然后顺便一起来听一下她的新专辑里的歌了哈。好，一起来听到宝仪姐姐的声音了。好了，先请我身边的这位跟我们亮亮娱乐圈的听众打个招呼吧。Hello， 你是？大家好，我是韩宝仪，希望你们还记得我。我们太记得你了，当年你的太多歌红的非常的厉害，应该是我们小的时候都会唱。这个不是我预料中的事情，因为当时都是我知道这样的消息呢，都是从报章杂志或者有人告诉我，因为当时网络并不发达，所以都是必须从报章杂志得到这样的消息。我看了，我只能真的是这么讲，我无心插柳无心插柳，可是柳成荫啊，是真的这样子。那我心里你说不开心吗？不会，觉得我现在也很难讲那种感触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触。我说十分开心吗？也好像蛮开心的。那其实就是总之我就觉得你的歌虽然很红，但是你人很低调啊，基本上就很少见你出来去参加什么太多的这些活动啊，或者说什么宣传啊。这次还是我头一次见到你，你是从台湾专门过来做宣传吗？不是，我从台湾过来，我是拍第二张要完成第二张的拍 MV 的这个拍摄工作。我没有想到会有这些这么好的朋友啊，大家也临时的来找我，有给我这个机会跟大家提早问候，我也觉得很意外，因为我认为毕竟事隔多年我再出来，就算有些人认得我相信这些人基本上他们是不上网的了所以基本上不上网，他们必须从媒体才能知道我回来这就是当年我当年的那个歌手，终于可以看到他，所以我认为应该是要把自己当新人，本来就是要把自己当新人，而且你说我真的把自己当新人吗？我好像也没有什么想法都没有，我就想到什么说什么。那你问我紧不紧张？我就是很紧张，因为我觉得我我好像住在都市丛林里的一个。大概如果你们要把我形容好听一点的话，不食人间烟火的小龙女的话，我是真的不食人间烟火的老龙女了。我真的觉得很好奇，作为一个当年你在台湾那么红的一个女歌手，你好像过一直深居简出的生活，你怎么做到的？这个大概你们普通人做不来的。深居简出是我一直都是这样子，甚至于我在以前在做宣传的时候，如果有3天的时间是没有通告的，因为我能够推通告，我就尽量推通告。这个是老板他们能理解的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也渐渐了解到，我不是真的那么懒惰，而是身体真的不是很好，所以就那就是尽量不露脸。但是下个礼拜有一件重要的事情，所以你还是必须待在这边，再多待几天啊。那等那一天重要的一个节目，好，就这几天我可以不出那间房间的门。天天就在家待着，天天就在那个房间待着。对，我就待在那房间里想我的事情啊，可以是白日梦啊，可以是看电视啊，那或者想东西，写一点东西。说写东西嘛，又不好意思，那我真的是也写点东西，写点心情日记之类的啊。那我知道，其实你是因为身体的缘故，所以比如说你要很早的就要回到这个住的地方啊，或者说不要特别奔波的那种劳累的生活。那你这次再回来歌台还能习惯吗？或者说，其实周围的团队是很不容易的，如果要跟你合作的话，因为要就着你的身体状况。对，这个我感到十分欣慰，是老板以及员工啊，大家我们这样合作相处十分愉快，这是我没有想到的。因为我认为说我离开这圈子这么久，那今天呢，我也说实在逼不得已，我又在重出江湖。对不起，我把它关掉。看来这个一回来江湖，就开始
事情多啊，电话也要开始叫起来。好了，他已经停了。哎，但是我这回特别开心的看到，就是跟韩宝仪合作的所有人都对你的这个身体，然后他们就说他们都很心疼你。不是说一般来说，可能大家的理解就是说，哎呀，跟他合作比较麻烦。虽然人不麻烦，但是他的身体很麻烦，因为你的生物钟要随你的身体来变化。比如说你可能身体好，我才能去录歌，就跟一般的歌手是不一样的。跟你合作，对，一直都是这样子。那所以这次再出来啊，我觉得这个歌坛对我来讲就是所谓的江湖啊，江湖。那再战江湖，我其实还是没有勇气再战江湖，可是你不得不磨刀霍准备。是什么打动你出来再出来歌坛呢？这个，我必须再三的感谢这个纪丽南老师，他已经说服了我，这是第3年，他说服了我2年多。那这2年多来，他一直有癌症在缠身，但是我并不知道，我从来不知道。台湾的就是写我这首《寒冬望春风》这首歌的老师，他当时打电话给我，我说老师，我已经结婚了，那我也有小孩了，我在照顾我的家庭啊，我现在已经没办法把我拿国产的这只手再去握麦克风，我觉得那是真的很难去调试的。那他说，你这样子说话等于是侮辱我，你就是认为我的眼睛有问题。我告诉你，你就是听我的话就对了。我要你的声音，就是要你的声音。那你不肯帮忙吗？我还是会打电话吵你、烦你的。那我听他讲话又蛮孔武有力的，我会觉得后来蛮感动的一点是，原来我不晓得他有这样的毛病。对，我是从报纸上看到，我是心里在想不可能啊。我常常跟这个老师联络，我们一直在讲话，一直在讨论，他一直在跟我讨论，我一直在是他一直在说。他现在又有一个新的构思，又有一个新的计划。到底韩宝仪说这个老师的新的计划跟构思是什么呢？先听一下他的这首歌吧。哎，这首歌当年也很红哎，你潇洒我漂亮。然后后面亮亮娱乐圈依然会送出韩宝仪的一个录音访问。其实她是一个很有趣的女人，我觉得。潇洒男人爱漂亮，不知地不觉地就迷上你。我说你潇洒，你说我漂亮，谈恋爱说情话的甜蜜。现代人条件好，爱情更能抓得牢，谈到终身大事就有烦恼。有爱情还有面包，有房子还有珠宝，潇洒漂亮怎能吃得饱？女人爱潇洒，男人爱漂亮，潇洒漂亮怎吃得饱？有人跟我说呢，一个歌手的声音不保养呢，也许就已经变得很差了。但是呢，韩宝仪这么多年的声音依然特别的美丽动人，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认同呢？爱潇洒，男人爱漂亮，不注意糊涂地就迷上你。我说你潇洒，你说我漂亮，结了婚就从来不再提起。现代人不知道为什么这么多烦恼，生气生意不容易看到。有老婆还有风骚，有美丽还有怕老，潇洒
时我们会为您送出的就是韩宝仪的继续的录音访问，然后看有哪些听众朋友发短信过来。这个笨哥哥说，哇，真的很喜欢那个韩宝仪的歌，当年就喜欢啊，现在听到他的声音回到亮亮音乐圈真的很开心，欢迎韩宝仪。韩宝仪是一个真的是让他自己说，他就像一个生活在都市丛林的一个小龙女，自己开玩笑说是老龙女啦。他说他一直以来都是相夫教子这样的日子，所以直到有一天有个季老师打电话跟他说，哎，你不如出来唱歌吧，因为你的声音真的很棒。包括我很多现在听过他的专辑的朋友说，居然你的声音可以一直这么棒，因为现在很多老牌的歌手他们现在唱歌声音已经大不如前了，所以他们说这可能就是因为老龙女的缘故，或者过着那种不食人间烟火那种特别的生活，然后让他的声音一直保养这么的好。我觉得韩宝仪就像一个小女生，跟她聊天的时候你一点也不觉得她是在这个娱乐圈有奋战了这么久的一个女歌手，你会觉得她像个刚出道一个，因为她思维很简单很纯情，所以她周围的很多公司的同事都非常的保护她，希望她不要受伤害，特别是她身体一直不是很好，瘦瘦弱弱的样子啊。好，我们一起来听一下这个当时一直露她出来这个季老师后来有什么新的想法要跟这个韩宝仪说呢？对你讲，那讲完了之后你没有拒绝他的机会，他自然会把电话挂断，等到他下次打电话来说，我上次跟你交代的事情做准备了吗？我会跟他说，老师真的对不起，我还是没有做准备，因为我不晓得从何做起。他说好，没有关系，我再想想哈。他电话挂了之后，他还是会再继续打电话给你讲，那个几月几号啊，我都已经跟你想好，我希望你唱哪些歌曲，然后你从哪个地方走出来哈，我会给你，因为你的声音比较特别嘛，我会叫那录音师啊，他们会把机器马上你出来的做调整啊。我整个人就昏了，我在台湾，他在新加坡，我们这样的越洋电话，我当时在想，这个是已经在赶鸭子上架了，我就还是很害怕。那挂了电话，我就坐在床边，一直想着，我刚刚到底是在说些什么话？然后我有没有说到我有没有对不起老师？因为我这样让人家可能认为你模棱两可，我好像模棱两可的感觉。可是人家他那一方面是一头热啊，他是一直在鼓吹，然后跟你讲他都安排好了，接下来怎样，然后你是会在第几个的时候我们会安排你出场，都讲好了。我说好，然后我就赶快去准备做礼服了，是硬着头皮就上来了。我刚开始不情愿，对，我刚开始不情愿，我跟他推了很多次。你刚开始也不知道他有病？对，我完全不知道。后来是因为知道他有病，你才会答应那个工作吗？我不跟他讨论这个问题。当我知道这个事实之后，我不想去跟他讨论这个问题，我就当做继续听到韩宝仪这首歌吧，另一种乡愁。没有哭泣的那一种滋味，那种使人刻骨铭心的乡愁。如果深深经历那种感受，才会明白为何沾满心头。只要独处，日升日落，许多感触。那种滋味，澎湃飞舞，怎么倾诉？那云和树，不要折断那故乡的道路。我虽没有哭，只能云和路。听韩宝仪说话跟他唱歌感觉是两个人，声音非常非常的甜美哈。说话呢还有点沙沙的感觉，有的时候觉得是两个人。但一到唱歌的时候，他就会进入到另一种状态，真的像是一个不食人间的小龙女了。他刚才说到呢，是他一直在家过着深居简出的生活，直到一个新加坡的季老师一直在不停的游说他，后来他知道他身有癌症，一直在鼓励他的时候，他很感慨。那一种滋味，那种
的漫步。睁开眼睛，它又占了心头。只要独处，日升日落，许多感触。那种滋味，澎湃飞舞，怎么倾诉？那云和树，不要折断那故乡的道路。我虽没有哭，只愿那云和路。你有那种怕提这个问题？我想，他说那可能对于很多人是一种鼓励，他在生病的时候，他还那么积极的去工作，积极的那么样的面对生活呀。哎，对呀，我觉得当一个人呢，他尤其是一个对人生充满斗志，他虽然年纪有些大了，我是觉得很敬仰他的一点是，一个人年纪这么大了，那也可能他年纪大，他走过的路比我他走过的桥比我走过的路还多，对，所以他看的事情看得比我透彻。那当他对不起，我一个闪失就讲丢了，我竟然丢了刚刚。哎，你知道韩宝仪特别有趣，他走着走着会突然给你换个话题。人是在一种机缘巧合下有走到现在这一步来。那你对现在我看到，其实你跟你这个合作这个团队，他们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怎么说，很敬业，而且他们经常跟说，哎，亮亮说那个韩宝仪那个声音真的是太棒，这么多年几乎没有变。你觉得你的声音这么多年有变吗？还是越变越好了？基本上还是变了。哪里变？变了，是真的变了。我听了成品之后，我发现变了。但是，我听周围身边朋友给我的反馈。一个比较资深的记者，他跟我说，你的声音变了哈，你的声音没有以前的稚气。他说他喜欢我这一张的东西。我说我一开始跟他讲，这张东西你就拿着，你要播不播你哈随便你。我说你那双耳朵我也不要，我不予置评了。你那双耳朵专门在挑剔别人的，那给了他，结果他给我的反应是说，我现在可以真实的告诉你，我喜欢你现在的声音啊，因为你声音真的少了一份稚气。我说因为他在说我拍的这个 MV 里边有一首美人鱼，粉红色的回忆，我幻化作美人鱼嘛。那看了他觉得很有趣，他就说。他就对里边很多意见呐，我听的都很好笑。我就说，我现在是老人鱼，没志气，声音没志气，那也是正常的事情。成熟了吗？他大概是这么讲的吧。那你对你家新的专辑满意吗？喜欢吗？还算喜欢。想问一下，你自己喜欢，家人喜欢，比如说你的先生啊、孩子啊，他们有没有给你什么意见？这可能是最真实的反馈，他们不会跟你客气的嘛。我先生的话不能当准啊。他说什么？因为他只要是我唱的，他真的都说好听，不论是闽南语歌曲，或者我随便哼的一两句什么歌都可以，他什么他都觉得很少讲出那个好字，你可以感觉出来是吹口哨，吹口哨你就知道，他刚刚听的你的歌，他心里很舒服，所以他。这里是亮娱乐圈，今天为您送出的就是台湾前歌歌后韩宝仪的录音访问。明天我们还会继续为大家送出这位久没有在歌坛露面的美声天后的访问啦。夏天悄悄过去，留下香雾，压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又想起你，多甜蜜，怎能忘记？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一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夏天悄悄
韩宝仪说到她的家庭，她的先生每次听她唱的好歌的时候，他就吹着口哨来合影一下。明天的韩宝仪会在我们亮娱乐圈当中呢说一说她可爱的家、可爱的女儿。夏天，夏天悄悄过去，留下小秘密呀，心底呀，心底不能告诉你。晚风吹过，温暖我心底，我又想起你。多甜蜜，多甜蜜，怎能忘记？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望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你一言你一语，都叫我回忆。就在秋天的梦里，我又遇见你，总是不能忘记你。不能忘记你，把你写在日记里。不能忘记你，心里想的还是你。浪漫的夏季，还有浪漫的个你，给我一个粉红的回忆。望夏天，夏天悄悄过去，依然怀念你。你一言你一语，都叫我回忆。就在秋天的梦里，我又遇见你，总是不能忘记你。好好听啊！听到这个韩宝仪当年这个出道的时候，这首歌到现在依然是那么的动人哈。今天我们听到的是歌坛的这个当年的甜歌天后，又回归歌坛的韩宝仪的声音。明天呢，我们还会把她的这个歌曲啊，还有她的这个访问继续带回来。要结束我们今天亮亮娱乐圈了，来自韩宝仪这一首《喝彩》。也希望1月16号的时候，我们会互相给彼此喝彩，给彼此加油。希望我们的愿望都能够实现哦。我是亮亮，晚上美丽说奥运再见，拜拜。阵阵掌声中，母婴轻声起。正当我唱着那首情歌，接到一封故乡的信，带来消息。3年前别离的情景，浮现我心底。又记得当时南下列车，声隆隆，一匆匆，一慢慢地推动。我依然不顾你的哀求，丢下你狠心溜走。往事一幕幕轻轻地掠过，朦胧中仿佛穿着一件黑色礼服，在教堂中寂寞无助。我独自为你在祈祷，我悔恨满胸。阵阵掌声中，母婴轻声起。正当我唱着那首情歌，接到一封故乡的信，带来消息。3年前别离的情景，浮现我心底。又记得当时南下列车，声隆隆，一匆匆，一慢慢地推动。我依然不顾你的哀求，丢下你狠心溜走。往事一幕幕轻轻地掠过，朦胧中仿佛穿着一件黑色礼服，在教堂中寂寞无助。
没错，亮亮活人坊，昨天我们送出的就是台湾著名的歌手的韩宝仪的访问。韩宝仪我记得是80年代那段时间真的是超级的红啊，她唱那个粉红色的回忆啊，什么你潇洒我漂亮啊，到目前为止我重新再听她唱，我会觉得更好听了，因为她可能是成熟了，而且她声音保养得非常的好。但是我觉得韩宝仪其实有点不习惯我们这种整天上通告的这种生活，因为那天我在等她来跟我做录音的时候，她呢就是因为她身体不是很好嘛，然后她的公司的同事们就一直在等她起床，然后起床之后呢，她也不是就是她就后来每个人问今天身体状况怎么样，她说哎呀最近有点透支了，我今天撑死了有2格电。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很善良的女人，真的很纯的女人，你会就算她有一些这个身体上面再多的比如说比较麻烦的迁就她，你都会觉得心甘情愿呀，因为她这个人真的让人觉得非常非常的好啊，所以这一点呢就让我觉得跟她聊天还是一件挺愉快的事情，而且她很真诚。比如说我就跟她说，哎，我说那个听说你的爱人那个跟你在一起日子过得好好啊，她说我不知道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我们叫幸福啊，但是我的妈妈教育我说人结婚就不要轻易离婚，要过这种天长地久的日子。而且呢，韩宝仪还说呢，她从小就应该听妈妈那种比较传统的这种教育，在电视上看到有一些什么接吻啊，她一点不会感动她觉得怎么能放这个呢？但是呢，到底她对这个电影也许不是那么感动，但是她对音乐有没有能打动她的呢？我们今天继续来听一下台湾著名的老牌歌手甜歌歌手韩宝仪的访问。被什么样的音乐感动吧？我想你一定是会为什么样的音乐感动啊？会感动不外乎啊，也不外乎其一，你会起鸡皮疙瘩的。有些歌曲，你像喜多郎啊，喜多郎他早期那时候他音乐一推出来的时候，我觉得听了你就会掉进一个好像你身至空山幽谷，那种美感，你浑然忘我，你会觉得你身边没有人的，就是身边就纯粹都是特别美的地方，都是大自然的元素，完全是大自然的元素。那是什么元素？你说不出来，我说不出来是什么元素让你觉得是它叫做元素，一种感觉啊，真的，所以我仅能形容，就是说像在空山幽谷里，然后闭上双目，可能聆听流水啊。聆听虫鸣鸟叫声，类似这样来解释吧。特别好的一种画面啊，非常非常好。哎，那你在做自己这张唱片，我想当年很多人说你是，反正我们昨天在一起聊天，一个朋友说，我觉得韩宝仪当年那个红的程度，也就是仅次于邓丽君，给人的感觉就是在如果说从华语歌坛来说，但是你这么多年没有回归歌坛，然后突然又回来了，你怕别人给你重新定位吗？怕别人说起一些别的什么吗？那么我给自己重新定位好了我在新加坡出唱片的时候，我被冠上了一个公主大家叫我公主为什么叫公主？你们这里叫我甜歌皇后嘛我在早一些时候大家叫我公主，可能年轻嘛，所以叫我公主。我当时实在是不习惯了，然后接下来听到这边说他们封你是甜歌皇后。那现在我不认为我唱甜歌，因为我觉得我的声音很中性，我可以唱柔一些的歌曲，但是我的声音绝对不嗲，所以你们不要叫我把我限制在甜歌的这么小的一个范围里面。因为如果你们仔细听，我的声音可以很中性的，像我这张专辑里边有一首歌，你们拜托大家花点心思，有我专辑的人花点心思，你听一下。里边的苹果花，我那首歌倒是让我伤了一些脑筋，因为那首歌它是一首在日本相当红的一个歌手，已经过世的歌手美空云雀他所唱红的一首歌。那这首歌的编曲方式，在我们公司的安排之下，和我当时想象的非常不一样，它变成中国风，可是它是日本曲子变成中国风。那我在那个日本曲子的那个调性当中，我要怎么样去配合这些笛子啊，这些古筝啊，我就觉得很伤脑筋，而且要配合这个歌词，它这首歌其实主要它不是美在歌词，它主要是美在它的整首歌的旋律，意境上，对它的唱法，
有些困难。你要把那个后面完整的把它唱完，唱到真假音去转换，而且真假音转换现在你当然也听过很多新的歌手在做真假音的转换，但是那首歌的转换。会比较特殊一点，是它必须你要有一点点演歌的方式，可是你又要必须把它带进到一个有中国歌曲的意味里边。我觉得有点辛苦的是这首歌曲，因为它其实是一种两种文化的碰击。应该说是，虽然说是很简单，你说是用把它曲子改编过来，但想让它要把两个都融合在一起，其实是很难的一件事儿。对，那我刚刚讲的这个定位的，我还没定位好哦。现在大家叫我甜歌皇后，现在我既然多年之后我再出来了，我觉得甜歌皇后我也不喜欢，那就给我冠上个太后，我也已经不介意了。因为我看我。说实在的啦，我觉得干嘛要有这些封号？我觉得没有意义。我觉得什么四大天王啊，现在是哪四大天王我也不晓得哦。还有所谓的什么小天王啊，我都会觉得说，人为什么要把歌手只是歌手，他的职业就只不过是唱歌。为什么要把歌手的定位在所谓的天后啊、天后级的啊、天皇级的、不食人间烟火是吧？我觉得很多能干的政治领导人，他们也不过是称为领导人哦，或者总理啊、总统，那为什么这些只是我们只是唱歌，却被叫为天王天后的？我觉得实在是，我自己都觉得想到都有点郁闷的问题哈。韩宝仪很有趣儿，对吗？听到就是来自台湾方面的，被很多人称为甜歌歌后的韩宝仪的刚刚的访问。现在听到是这一首歌了，《夜空》，就是改编自日本方面这又有点中国味道的这样一首歌。他说难度很大。再想他又有什么用？还不是烦恼多一重，还不是有始无终，来匆匆，没想到去也匆匆，昨夜梦，却见你含情笑容。漫长夜空，星月无踪，夜空之下只有我在回想着往事如烟云，忘了吧，还是把希望托夜空。忘了吧，再想他又有什么用？还不是烦恼多一重，还不是有始无终，来匆匆，没想到去也匆匆。见你含情笑容，漫长夜空，星月无踪，夜空之下只有我在回想着往事如烟云，忘了吧，还是把希望托夜往事如烟云，忘
希望托夜空。想谈的，哎，这张专辑你刚刚说了一首，说点开心的事吧。一首歌，觉得有点费脑筋，点演绎的歌，大家关注之外，你还想给大家说说哪首歌呢？当然是要提的，就是《寒冬望春风》这首新歌，因为意义非凡。这次姬丽楠老师他真的特别为我量身定做，而且我也很担心他的身体状况。我真希望这张专辑如果能够很叫好又叫座的话，那就不失我对他的一个回馈了。也不失他对你的那种希望。是，真的是这样子。所以身体特别的重要，我们也希望韩宝仪的身体好一点。我会尽量，因为我也跟老师学习的一个精神，我觉得老师他可以跟这个病魔呢，把它当引子。那我也可以嘛，反正我可以和我满身的病，和平共处嘛，因为就一辈子了嘛，所以应该这样想，日子不会那么会少难过一些啦。只要想开了，没什么日子是过不去的，看来是。基本上是这样。可能孩子也是你人生的一个很大的支柱吧。哦，对。那除了音乐这，如果人生排序的话，你会怎么排？音乐、爱人、孩子，你怎么排？孩子，爱人嘛，远远的在第2，那接下来是第3，音乐。因为在我现在的重心已经不一样了，我的重心已经转移到我的家庭就是我的重心，所以很多人可能在工作上、在职场上会有很多的困难，面临很多的问题。我觉得我想鼓励你们，但是我不知道怎么样去鼓励你们呢。音乐。对，各个职场都一样，我觉得各个职场都是一个小社会，那社会里边都会有开心跟不开心，会有团体呀，可能你会遭到某些人的排挤呀，我都希望你们不要去太在意，你们尽量的去往自己内心去观看自己，为什么你带给人家的感受是这样子？为什么人家要这样的排挤你，这样看你？那你是否可以试着尽量的去调整你自己的角度，让别人看到你不同的角度，或许你会活得比较更潇洒一点。那这也是我对大家能鼓励的话啦，对各个忠告吧，也算是忠告。对朋友说的话也算是。对，我对大家说话都是这样子说的。那不喜欢听我的话的人，很明显的就是我会觉得说我们大概是磁场相当的没缘分对，没缘分。那而且我也不强求大家一定要喜欢我，但是我发现你周围的朋友都很喜欢你，大家都对你的真诚所打动。这个是我这一次再出来，我真的始料未及。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收获是这一次最大的收获，我觉得是在友情方面，我感受到人与人之间的真情，因为毕竟我闭关已经这么多年，闭关修炼了好多年是吧？闭关但是没有修炼，这么多年了，我倒是觉得说，这个社会脚步变迁，这个社会变迁太快了，那我是否能够再出来面对？我要跟大家讲什么呢？我相信代沟是一定的，代沟是必然的，那我只好尽量去配合大家的脚步。但是人家都说音乐没有国界，没有年龄，没有什么，我觉得代沟只要有好音乐也是没有代沟的。对，所以那现在如果要说音乐的话，我就希望是借由音乐来从音乐来搭好我们的桥梁，让你来认识我。如果你喜欢我，你就走过桥这边来。不如我们，你知道很多你周围的这些同事啊，他们都在说你清唱太棒了。一句怎么样？我看你在发功，我得跟大家描绘一下。这韩宝仪现在脖子也扭扭，手也扭扭，在像唱那个范晓萱的健康歌。要不要喝杯水来润喉咙？我在现场描述一下，喝了杯是个茉莉花茶，应该是淡玫瑰花茶淡。要不要现场掌声再鼓励一下？
哎，就是我们要求不高，只要听2句，因为你还我知道你刚刚这个还要改很多的事情。我还是想清唱一首我很喜欢的小曲子，但是我真的不晓得叫什么名字啊。我努力，大家辛苦了啊！不辛苦，我们乐得很。锦上一朵花儿呀，花儿就是她，她呀她呀她呀，我爱她。锦上一朵花儿呀，花儿就是她，她呀她呀她呀，我爱她。哦，唱得好棒啊！来问一下现场亲友团的意见。这是我们花仙子的沈哥哥哈，你觉得我们韩宝仪姐姐唱怎么样？太棒了，太棒了！我都是他的歌迷了。哎，真的，我觉得韩宝仪，你可能这次出来最大的一个不习惯，就以前可能会叫你韩妹妹啊什么，但这次可能 N 多人都会跟你说，我是听你音乐长大的，会不会？我习惯了。你会介意吗？一个女人来说？哎，我一点都不介意，因为我倒是由于这个网络现在太发达了哦，我就有一个很大的惊奇，很大的发现，为什么在中国大陆哈？因为在台湾的话，可能是地方小，也可能是世界太花俏，所以大家要看的事情很多。我不清楚是不是因为这样的原因啊？我在大陆上我发现到，怎么会有一票年轻人哈，他们就专挑听我的歌。而且，比如说旁边这个小马，来，小马过来说一下，来，小马说一下你对我们宝仪姐姐的感觉，这个音乐的感觉，来说一下。特别可爱甜美，像小姑娘，比我还年轻。哎呀，这个80年代人都这么说，真是厉害。哎，真的，我发现你的音乐它没有代沟。你刚刚一直在说怕音乐有代沟，我周围你看刚刚这个我们这位沈总，他可能就是。我不敢说哪个年代了，反正最起码60、70、80年代，我发现都有你的歌迷，5、6、7、80年都有你的歌迷。我觉得这一点你真的是很幸运的。对啊，所以我应该要谢谢嘛。对，我也是要谢谢大家喜欢我。那即使这不是一份我十分钟爱的工作，虽然女儿排第一，老公排第2啊，对，但是无论如何，它也是你的人生的前3的选择。人生前3的选择啊。不要想是爱人呐，哈，我是觉得第1顺位是，亲情，没有世界上没有任何音乐，没有任何声音比妈妈的声音还好听，就算是唠叨，你们多看妈妈一眼，表示你们将少看妈妈1天，这个大家要很珍惜，所以一些浮云游子们。有空打个电话给妈妈，有空如果方便的话，多回去家乡去探望妈妈。妈妈其实不善言语，他们真的非常想念你们的。我希望你们能够听我这句劝，不要太沉迷于都市的繁华哈。真的有空多回去看看妈妈。搞得我马上得给我老妈打个电话，我现在觉得。你平时对妈妈也很好吗？我觉得我，在有几年的时间哈，在前不久几年的时间，家里的一些事情让妈妈心里边没有我。我发现到这对我来讲，那个打击太重，伤害太大。我跟家里的兄弟姐妹之间也有一点点问题，我都觉得你们要试着去了解我。但是我妈妈是个非常守旧、思想非常保守的人，她从来不会去用言语去跟你做沟通，她都是用责骂的方式啦哈，或者就是关心你的方式啊，来指正你的错误。上一辈人都是这样，他们不会用太直接的方式告诉他爱你，他关心你，他可能会用一些很极端的，比如打你、骂你这样。是这样子。那即使打我这么大了，我记得我前两年还妈妈还打了我一下，但是她记了这么久啊？哦不是，我那时候我也没有跟妈妈说，这一下我一点都不觉得痛，我真的一点都不痛。即使你
这一掌要打到我脸上来，其实我也不在意的。那这个是在以前想都没想过的问题。以前只知道说我赚的钱，我的薪水袋我是从来不开封的。哎，薪水袋我就是交给妈妈，我当成是一种乐趣。幸福。哎，我当然这是应该的，幸福嘛？我觉得这是应该的事情。你说特别幸福，我倒没有去这样想说。对呀，应该也是这么讲。我在取悦我妈妈，就是妈妈，你看我有这个月薪水又拿来了，我交给你。我觉得当成是一个，那她拿了，她也是没表情，可是这么久以来，有变化吗？跟妈妈的关系？现在特别是自己做的妈妈。我不会因为自己做了妈妈，觉得说对妈妈对我的妈妈的感觉又会更深一层。我觉得一路以来我对妈妈一直是这样子的，但是只是希望妈妈能够，妈妈当然不能够在节目中听到啊，希望妈妈能够原谅我，早期因为她关心我嘛，我忽略了妈妈喜欢跟着我看着我唱歌，她喜欢跟在我身边，因为那是她的。对他来讲，那是他的一种乐趣，对。但是对我来讲，那是造成我一种困扰。他会要求我这句怎么唱呀？这手怎么比呀？等一下眼睛看哪边？我说妈妈，你可真烦呐，你就要跟出来了。后来他也就真的没有跟我出来，我就像独行侠，我就出来唱歌，就像独行侠，上来就像独行侠。所以现在我才知道说，有这么多年的时间，我剥夺了妈妈的乐趣，她跟在你后面唠叨，跟在你后面关心倒茶，其实这是他开心的事情，可是我剥夺了他的乐趣。所以我们以后大家都应该对妈妈好一点。对，哪怕是唠叨也是一种福气。对，唠叨也是另一种音乐，真的。哎呀，让韩宝仪这什么都是音乐，让我们的生活都充满你的好音乐吧。谢谢韩宝仪，谢谢亮亮，谢谢大家的支持，拜拜。听韩宝仪的采访，你会觉得她是个真性情的人啊，特别是谈及妈妈，我觉得她眼睛里面都好像充满泪花了。要像韩宝仪那样说的一样，要对自己的妈妈好一点。醉蒙蒙到手眼空，祥云在飘动，醒来却在妄念中自动又飞动。万山重重，凉水重重，人海茫茫恨相逢，爱太重情难渡，人去空留梦，空留梦，空留梦，何去又何从？好了，今天的亮娱乐圈到这里要差不多啦。1月16号，希望各位能够来哦。然后晚上美丽说奥运再见，明天会有范逸臣，我是亮亮，拜拜。到手眼空，祥云在飘动，醒来却在妄念中自动又飞动。如影如风，如在迷宫，泪眼迷蒙，心悸动。爱
风。